享受搬过节宴谢了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因休息，然后就去到一个叫做克西马尼园的所在。耶稣真清楚特要发生的事件，伊对门徒讲：“我的心神非常忧伤到要死。”耶稣聊聊啊进前，面趴伫地里，心艰苦祈祷讲：“我的爸啊，若是有可能，请互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旨意得行。”伫楼顶的时，耶稣捌对伊的门徒讲，因伫耶稣死了后，拢会四散。伊也讲起，真紧会受因中间的一个人出卖。甚至对耶稣上亲密接手的门徒彼得，伊要三摆毋认伊，甚至遐个捌受伊拯救的人也拒绝伊。伫即个上黑暗的暗暝，以赛亚的惨语应验了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，也我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